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努力是，你努力来这么会努力会白费嘛？可是对我来讲哦，努力是我自己啊，以上言论只有期限啊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就是如果 OK， 这样你刚才讲这个，如果人家问你，努力会不会被白费，还会白费吗？你会怎样回答？就是你刚才讲我不会觉得不会白费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是因为你努力的时候，你在你的努力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嘛。那些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些 skill 来的嘛。所以你学着，你就是在进步。这样你没有你没有努力的话，你不是努力的反义词不就是摆烂吗？但你没有努力，你不是摆烂啊。对。这样你。假如你要做一个比较跟努力的人跟摆烂人，但你一定比那个摆烂人还要进步多一个 step 吧。所以我觉得努力没有白费啊。你虽然可能达不到你的成果，可是你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，你已经比之前的你还要进步了。我是这样觉得啦。还有就是不会愧对自己的那种良心这样啦，那种。